板，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当老板可比打工累多了。哼，你以为当老板容易吗？样样都得想得很周全。终于理解那句话了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知道我的难处了吧？你说我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吗？给个杆你就往上爬，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你做过皇帝。这位小姐和先生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这儿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们走吧。让我睡会儿，让我睡会儿吧。蠢女人，这样都能睡着。你干嘛？我跟你1000多年都没有肌肤之亲了，我亲你一口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那个女孩是自愿的，她是自愿的。闹什么闹？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。如果你想出去的话，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问你一个，你回答一个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南朝皇帝刘子业。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来到这儿的并不只有我一个，还有大秦的浮生，燕国的慕容熙，还有后废帝刘裕，东昏侯萧宝卷，玉林王萧兆业，还有北齐后主高纬。怎么？你还想绑架我们这些皇帝不成？我并不想绑架你们这群皇帝。如果你真的是皇帝陛下的话，你就可以受到皇帝陛下的尊荣。皇帝的尊荣？他们现在一个个帮一个恶毒女人打工，还受他的控制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受他的控制呢？这是一个秘密，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小朋友，你刚才说的那些皇帝都死了1000多年了，什么人可以活1000多年呢？你不信是吧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关于李欢的。李欢的？小凤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心情很乱。我知道。你看，最近咱们老是吵架，我想，是不是该好好沟通和交流一下了？小凤，我们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小凤，你还生气呢？我吧，其实就是有点大男人主义，老限制你这个，限制你那个的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最近那么辛苦，我不应该这样。开饭店虽然辛苦，但是跟李欢和萧兆业他们在一起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又是李欢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
你跟李欢在一起，比跟我在一起开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又来了，我们就非得吵架吗？小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，咱们俩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丈夫每天上班挣钱养家，妻子在家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。我希望每天回来你能在家里等着我。你说那样的日子多好啊！我何尝不想啊？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每天在家里整理一下家务，有时间的时候就写写小说，晚上做好菜，等着你回来。小风，下周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帮我过？我请你吃大餐吧，来我们饭店。我才不去呢！干什么呀？让我看见李欢，又该生气了。这样吧，我想好了，就咱俩，谁也不请，好不好？那说好了，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说好了，咱俩过一个秘密的生日。据考古学家介绍，此次出土的是一具完整女尸，经过鉴定，是南北朝时期的山阴公主刘楚玉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叶先生，这项心理测试很有效的。刘子业叫山阴公主姐姐，那她之前所说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找机会验证一下。是。刘子业登基不久，他姐姐就告诉他，有一位绝色美人跟自己长得很像，问他喜不喜欢。刘子业说喜欢。当晚就兴冲冲地跑到约定地点临幸那位美人，没想到罗帐一掀，竟然是姐姐赤身裸体地坐在里面。他也顾不了什么人伦纲常，扑上去抱住了姐姐。唉，真是人伦颠倒啊！史料记载，这个刘子业，他不光是跟自己的亲姐姐是这样，而且跟自己家族的其他女人也乱伦。没错，刘子业当初强占自己的姑妈新蔡公主时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，亲姐姐都可以侍寝，何况是姑妈呢？哼，真是无耻之徒。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呀，真是道德节操碎一地啊！如果是真的，莫非他是南朝的前废帝？这个结论嘛，是有那么一点荒唐的。有什么依据吗？只有这个测试。虽然我测试他的骨龄、毛发和 DNA 是正常年龄的少年，并非是千岁老人，但是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但是我从他的体内检测到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是正常人不具备的。如果呀，能把他那几个同伴一起来检测的话，那效果会更好。好，老白，你就负责安排下去吧。饭店从开业以来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
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大家去工作吧。走吧。姐姐，我跟福生买菜去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好的。哎，这个怎么卖2块钱一斤。给你钱。来，给你。